你好，我係 Christin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5年11月24日至2025年11月28日嘅美國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美股喺經歷咗一輪急跌之後，市場嘅憂慮情緒已經部分釋放 ，AI 泡沫爆破帶嚟嘅恐慌亦都逐步減退，短線有望出現技術性反彈。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威廉斯再次強調話，仍然有減息空間，市場信心稍為恢復。現時對12月減息嘅預期已經回升到60%。隨住政府停擺結束，經濟數據陸續恢復公佈，而最新通脹數據亦都未差到令聯儲局需要擔心嘅程度，減息嘅可能性仍然存在。基於以上因素，正面派認為美股雖然短期波幅會比較大，但整體調整已經接近尾聲，科技股同大盤都有機會借住技術超賣同埋利空出盡而反彈。不過，正面派亦都承認，美股目前仍然處於歷史高位區間，減息預期反覆令市場信心變得脆弱，即使出現反彈，都可能只係短暫嘅技術反彈，而唔係一個真正嘅趨勢反轉。停擺期間數據缺失，加劇咗聯儲局內部嘅分歧，短期波幅一定會加大，投資者唔應該過分樂觀。換句話講，正面觀點主要集中喺短線有反彈，而唔係大牛市重新開始，屬於有限度嘅樂觀。至於負面派就認為，美股今次嘅下跌只係調整嘅開端，仲未完結。多位聯儲局官員近期連續發出強烈嘅鷹派信號，12月甚至明年上半年減息嘅機會大幅降溫，高利率環境將會長時間維持，徹底打擊市場對軟着陸加快速減息呢個預期。雖然科技七巨頭仍然喺高位整固，但之前大量被熱炒嘅2、3線科技股已經大幅下跌，反映資金正加速撤離高估值板塊。市場對 AI 過熱同科技股泡沫嘅擔憂再度浮現，幾乎所有利好消息都已經出盡，估值往下調整已經成為市場共識。聯儲局理事庫克更加公開警告，股市、債市、樓市等多個資產都升到歷史高位，暗示大幅回調嘅風險極高。技術面方面亦都轉弱，道瓊斯指數嘅關鍵支持已經退返到去年12月嘅高位45,073點，而三大指數都正式進入超過10%嘅深度調整區間，形勢越嚟越悲觀。負面派估計，美股即使短期稍微反彈，都只係反抽性質，整體沽壓未完，唔排除再跌5%至10%。雖然週初曾經連升2日，但由週三到週五連續下跌，顯示空方已經重新掌控大局。市場正逐步消化減息，希望破滅呢個現實，加上年末傳統嘅獲利了結壓力，預料短期美股仍然會反覆偏軟，甚至進一步探底。投資者要更加小心，以保守為主，避免因為追反彈而陷入更大嘅調整波段。